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，我们一起来向神来唱出我们心中对他的渴求，求神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，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充满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在今早我们可以全然的来敬拜他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求主来充满我们。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渴慕你的同在，求你接近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。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渴慕你的同在，求你接近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。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渴慕你的同在，求你接近我，来充满我。但是对主说，是我们今早来寻求你的面。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渴慕你的同在，求你接近我，来充满我。耶稣，耶稣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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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宝血洗净我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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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以恩典为我冠冕。耶稣，耶稣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你的宝血洗净我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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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恩典为我冠冕。邀请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特别为了今早的礼拜，为了今早你与神亲近渴慕的心来祷告，求神在今早再次的来充满你，求神的话语来充满你，求神的恩典来充满你，让你在今早礼拜当中全然的来依靠他，全然的来亲近他。我们一起开口，为了今早你与神的关系，求神来充满你，让你有一个热切渴慕的心来敬拜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将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放上，求你来充满我们，主啊，求你来让我们热切来渴慕你的同在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今早的敬拜当中，与你有更亲密、更美好的关系。主啊，透过我们所献上的一切，我们所唱的诗歌，我们献上全心的祷告，我们所回应的一切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今早的礼拜当中，我们更深的渴慕你同在的美好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今早的礼拜
当中，从头到尾所有的程序都有神的带领。我们为了早晨所有的服事同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神帮助。无论在敬拜中心的服事，在教育中心的服事，在不同的服事岗位当中，求神都来帮助。我们一起开口，为了早晨礼拜所有一切的程序，也为了所有的服事同工，我们一起开口为他们来祷告。主啊，为了今天早晨礼拜，我们献上的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能够充满在我们的会堂当中，充满在我们礼拜的程序当中。主啊，透过礼拜的程序，我们再一次的向你亲近；透过每一个礼拜的程序，我们再一次的了解到主你的奇妙。主啊，求你从头到尾做掌权在我们的礼拜当中。主啊，为每个服事的同工，我们也献上祷告，主啊，帮助每个服事同工，在身边的服事岗位当中，主啊，求你能够充满在他们里面，让他们有从你而来的力量，从你而来的智慧，使他们所做的所有的服事，充满说教，主啊，带领每个服事的成功，带领每一个服事的人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求我们今早礼拜的全部交托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上帝你的恩典。我们为了早晨，夏牧师要传讲上帝的话语来祷告，求神来高抹夏牧师的口，使夏牧师所说的每一个话语句句炼金，来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帮助，使听的每一个人心思意念都得着更新改变。我们来一起来祷告，为了夏牧师来祷告，求神充满夏牧师所讲的话语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我们一起开口，为了夏牧师今早的讲道的服事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为夏牧师来祷告，主啊，使他今天所说出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，使他所说出的话语是炼金的，使他说出来的话语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。主啊，求你充满在夏牧师的身上，充满在他所说的每一个话语当中，来鼓励我们，来更新我们，来调整我们。主啊，感谢你将夏牧师今早的讲道交在你手里，谢谢你。再一次来寻求你的面，渴慕你的同在。主啊，求你在今早再一次的充满我们，求你在今早再一次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，让我们在这个圣的主日当中，我们再一次欢喜快乐的赞美你，因为今天是一个 Happy Day， 今天是一个值得欢庆的日子，今天是一个值得大声敬拜赞美的日子。主啊，求你透过我们嘴巴所唱的，我们所祷告的，再一次将一切的荣耀来献给你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早成为一个荣耀、充满敬拜、赞美的聚会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平安。那今天是一个美好的一天，今天是 Happy Day， 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唱这首诗歌。我
请差遣我，为你活，更为你有。将你手边高的话语，希望你所爱的儿女，经历第一次，却能回转归向你，主在这，请差遣我，为你活，更为你有。在你的面前的梦程序，生命的不对的心意，主我在这里，只愿我心。主我在这里，只愿我心。主我在这里，只与你同行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，求你与我们同行。